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市府水利局会同干务局等下水道施工单位，针对安南区郡安路5段14项顶后巷的空间明显不足，伫面体围墙顶喷上红彩的范围，就是爱80公分，无够就是爱拆。然后我们的主要在做污水下水道的目的不是要去拆除违建哦，因为这是因为后巷空间不足到，我们大概预定是单侧要有80公分哦，大概双侧要有80公分的空间，我们才可以做污水下水道，然后至少要拆除到1层楼高的高度哦，这样我们的机具才能方便上去施工。好，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空间不足的部分去做一个拆除的动作，而不是目的不是拆除违建。哦，以上是大概是今天主要是执行那个郡安路5段14项哦，跟福安路5段11项哦，93弄，大概这两个项目中和后项中间有一个我们要做污水下水道后用户接管的部分要做出来，可是这边空间明显不足哦。那今天主要是要执行有2户的空间不足的一个拆除的一个作业。这波强制拆除的动作，主要是市府对外宣示是做污水下水道工程的公权力甲决心，也强调当地主要干工都已经完成，只剩延后加工的部分，所以依照施作工程空间不足的部分，就做好违建查报，通知所有地主，也宣导自行拆除期限超过半冬，这地主拢相当认同。不过现场也是有地主要求暂缓，同时请来议员协调。我有签字啊，我签要甲伊拆啊，就是讲大家也要拆，做一届拆，因为师傅来拢爱，大部分拢好啊啦，头春季经啊袂好尔啦，用配合啦我们配合对。伊时间啊，互阮即个缓冲时间吼，阮若阁无做，阮就无话讲安尼啦，吼，今仔即个，阮是希望讲伊涂骹拍一个样咧安尼啦吼，剩咧壁的部分，阮家己来用即个水沟啊吼，阮来处理袂损失，阮等甲伊污水做好，阮才恢复来，看用安怎恢复无违反规定安尼。据了解，目前除了安南区以外，包括林德、瓜田、柳营等区域，拢是执行的重点。其中安南区这2万户当中，就有9000多户是违建，所以市府鼓励民众会当自行拆除，互下水道工程会当顺利推展。那避免公权力动员大批人力资源。电新闻军志林跟采访报道。最近台湾连续高温，嘛有欠电的问题一直互提出来讨论。虽然中央强调绝对袂有欠电的问题，但是昨下暗发生庙咧大跳电。嘛，互国民党的议员31号上午召开记者会的时阵质疑，未来若是台积电设厂完成了后，敢会有欠电的问题？昨天苗栗7万户大停电，7万户大停电，不管什么理由，对于炎炎夏日38度摄氏这样子的一个天气来讲，哪里停电都是让大家要抓狂的重大事件。那我们台南目前的状况是不是很安稳？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请经发局这边跟我们做一个说明。所以我目前接到我们安南区有很多的工厂的老板在跟我反映说，虽然说我们是小工厂、中小型工厂，没有1000瓦以上的状况跟问题，但是如果跳电的话，对我们的影响也会很大。所以目前我们中央一直说我们是不缺电，现在供应都一切 OK， 但是上次台南跳电，然后现在又苗栗跳电，陆陆续续的都有这个，台北也跳电了，那陆陆续续都有这个状况发生。那未来呢？我们政府真的能保证跟这些工厂保证说，我们的用电一切都是 OK 的，都是没有问题的。拄啊，蔡议会议员讲的，讲到你要安怎加分段，暗时啊电较俗，唔过暗时啊，你要叫员工来做吗？
你还没有发展到全部都是无人的那个工厂啊，所以你还有涉及劳基法，你会牵扯到那个部分啊。你要怎么要求这些电厂来配合你政府说你晚上电比较便宜，用的人比较少，你用晚上来用电量呢？所以政府要一套真正的告诉我们说，以后未来这个天气这种极限天气的话，我们可能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你要提早让我们民众有一个因应的一个方式啊。互工厂会当做落去，经济有才调发展落去，啊无大家巴肚下起来，干那政治尔，台湾要创啥？金华局嘛回应，现在南科园区的电是有够台积电 N5 厂使用的，台积电 N3 厂需要的电是无够的，因此未来嘛会考虑回收电力，也是增设变电所来应用。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以无党身份参选台南市长的前台南立委柯忠信，上午伫永康竞选办公处发表第一波文宣，来配合少年囡仔阅读兴趣，用放假为本的形式来宣传伊对细汉生活一路行来认真求学、困苦打拼的历程。这次要互所有市民了解伊的意志甲努力，改变伊的一生，也要用同款的心境来回报台南，用参选互台南脱离经济困境。这个台南这个困境，需要有一个有专业也有意志力的人，来替咱台南打拼，解决咱台南人即摆困苦。我用这个网架的文宣的就是要来甲咱台南人，尤其少年人讲。咱主要努力打拼，台南会脱困。咱少年人主要肯要来努力，主要咱的政治是做了对的。咱政治有好的这个市长来替咱打拼，营造好的环境，恁来努力呢咱会互你机会。国家较早互我这个机会，我即嘛有义务爱互咱台南人，或者少年人有一个机会。自称台湾阿信的柯忠信认为，伊虽然知名度无悬，无正当的资源，但相信家己努力改变的人生，就是上好的见证。礼拜伫插画家台南乌名创作，伊相当的感动甲满意。至面对国民两党的强绑，伊强调每一个人上大的对手就是家己，所以将发行30万本的绘本到都会区每一户来消解家己，互所有台南市民。台南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3年一考的台湾第一乡西港乡31号来到罗里门天后宫，伫庙埕一透早就有精彩艺阵表演，吸引上万民众到场观看。今年共有96顶庙宇升旗，以及100多队文武顶头做伙来参与，场面相当盛大。台湾第一乡西港庆安宫，武顺乡科武顺林的乡科，来咱千岁爷要来出巡，所有的科乡就是第一工乡，就是爱来到咱鹿里门天后宫来吃鹿里门嘛，就是天上神庙，咱的西港妈祖。就是等于咱鹿里门天后宫，就是等阿祖就对啊，所以有一个句话就讲，时间马祖回娘家就对。阮今仔日西港乡科所有的文武阵、神轿全部拢总爱来到咱鹿里门天后宫。就是讲，阮的专业是叫北沙面马祖经鹿里门天后宫就对。阮这文武阵都有足侪特色，包括就我甲保安局的白河镇，大稳也保安局的5号平西镇，佫有3、5家镇山宫的北家将，有迄个新港天后宫的德牛镇，有迄个海寮普陀寺的北米图，有迄个老祖圣帝宫的潘家论，所以阮的这所有的文武镇，拢是由因各村庄按96村乡，因家己所做的，毋是讲外面吃。伊的特色就是同人无共款，而且再次甲大家观众来呼吁有时间明年的乡考，希望咱所有的观众会到来到咱北沙面马祖经鹿里门天后宫来遮观看这个盛况的队伍。西港乡西景路中，鹿里门马拢会巡礼规个西港乡路，保庇乡路中的圣道。这也就是为什么3年一考的西港乡拢会先到鹿里门天后宫来迎请鹿里门马，对着庙会活动以及民俗艺阵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启富社会局甲牛角电影公司30号举办《爱加倍》电影《爱情线索2》的公益赠票活动，会中由牛角导演杨静捐出250张的电影票，予台南市的弱势家庭甲团体，希望透过电影共同学习表达爱甲宽恕，嘛希望予社会大众对弱势给一份关心。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线索2》，然后副标题叫做奇妙关系，讲的最主要是3种关系。第一种关系就是亲密关系，也就是现在目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夫妻关系还有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那个夫妻关系跟男女朋友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就引发非常多的社会事件。那第二种关系就是亲子关系，现在目前亲子关系也是相当的严重，因为前阵子有一个小孩子因为看到爸爸妈妈在吵架，结果他就跳楼自杀，那这个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第三种关系就是劳资关系，现在目前对立的非常的严重。那所以说我希望能够借着这部电影，能够把这些关系全部都能够和好，然后建立新的一个关系。这部《爱情线索2》奇妙关系的剧情非常打动人心。淡薄仔幽默嘛，使人感动，非常适合全家做伙收看。嘛邀请市民到电影院支持这部温馨的电影。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设立在3、4档的 HPS 舞蹈剧场，今年的作品以精神疾病为出发点，透过舞者强烈的动作，搭配灯光甲白色箱仔等道具来探讨无共面貌人格。该剧号名瞳孔下灰白，6月2号、3号就将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邀请大家拥有购票来欣赏。该团难得是所有舞者拢是科班出身，透过跳舞嘛，希望在人生当中找到因的信心甲自我价值。他们很多都是比如餐饮科啊，或者是来自于一些观光科的孩子们，那我算是给予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站上舞台，透过观众们的掌声，给予他们一些信心，所以他们也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目标，让他们知道说，原来他们是可以被认可的。所以这是我们舞团呢近几年得到很多的支持，然后也很感谢，就是南台湾，包含台南、高雄等地呢，都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声，然后也越来越多人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舞团，所以很感谢有这个部分，然后也很感谢我们6月2号、3号呢，在台南首演，就是从我们台南这边出发，然后最后一场呢回归到高雄。舞团嘛，期待透过不断精选新的团员，为南台湾的舞蹈创作助力新的创意甲活力。台新闻管制林庚采访报道。振兴生物科技的新品发表，包括着皮肤恢复着少年的保养品。深度的美白精华液，以及热天上介重要的保湿产品，这寡全部拢是采用着美国贝斯特知名大厂的上介新的科技，运用着天然的配方，让使用者的皮肤拢会当达到100%保护担的吸收。
那深层的锁水就是我们今天要发表的一个特色哈。那我们现在很多皮肤如果补水的话，很快就会经过太阳或热会再流失掉。所以我们今天的新品的特殊就是在做补水、深层锁水。怎么说锁水，然后长效的锁住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跟我们的玻尿酸，能够锁住在深层里面，不被我们的太阳所那个破坏。所以我们今天还会借着用仪器来做导入。所以我们今天的金星生技的产品最主要是走生技、科技跟手技的一个结合，然后呢导入到我们皮肤，让它快速得到皮脂膜的保护。所以在锁水的部分，我们是很特别的做得到。做了之后呢，锁水它一天就不会再流失水分。这次的话，当然很高兴金星生技能够在这边办这样的一个产品发表会。那当然，金星生技是属于我们这边算非常有活力的一个育成单位啦。所以其实在也应该是说我们是互相相辅相成。毕竟金星生技在进来之后，其实也带给我们很多新的想法。那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一些正面的能量。现场也来了侪侪民众亲自来体验到一寡美容产品的效果，其中市员林美燕也亲自前来，伊来表示，金星生物科技产品甲服务已经使用了8、9届遐尔侪啊，因为每一届用拢感觉真舒适，效果嘛互伊感觉真满意。走摊的时阵，侪侪选民甚至拢甲表示，伊的皮肤明显变油，又个变水。我暴露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之下了哈，尤其是紫外线的就是曝晒之下，事实上呢，我本身的皮肤有点黑的感觉，那我本身皮肤哈，按照老师跟我讲的，我比较皮肤皮肤的比较薄一点，所以很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一个侵蚀，然后本身保水度又不够。所以常常就是一层黑的，甚至有黑斑的产生啦。所以这一次真的很高兴啦。我想，我也希望说未来，透过我们这些产品，能够分享给我所有好朋友。那也希望说未来有机会的话，大家都能够多看看美颜，是不是有一天比一天更漂亮？使用着品质良好的胶原蛋白以及玻尿酸，佮加上专业的仪器，想要有一个水水的皮肤，就要好好保养。金星生物科技这届新品发表会，就是希望会当互民众拢会当真完美来度过这个热天。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